美国职篮 NBA 西区第3种子波特兰拓荒者今天在里拉德 Damian Lillard 攻下全场最高30分，首轮季后赛首轮第一战以104-99击败西区第6种子奥克拉荷马雷霆。麦卡伦 CJ McCollum 挹注24分，坎特 Enes Kanter 有20分、18篮板的双10成绩，艾密努 Al-Farouq Aminu 进账10分，让拓荒者在上半场最多领先19分，一路领先拿下胜利。雷霆的乔治 Paul George 拿下26分、10篮板的双10成绩，魏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则有24分、10篮板、10助攻的大3元表现，亚当斯 Steven Adams、施洛德 Dennis Schroeder 分别攻下17分、11分，但雷霆今天33次在3分线外出只命中5球，成为输球关键之一。拓荒者赢球功臣里拉德说，任何时候上场迎敌，打一整年最重要的系列赛，你都想把比赛打好，你也会希望在离开球场时是在赢球的这方。上半场雷霆在3分线外只有18投2中的表现，但拓荒者发生10次失误，因此拓荒者只以54-48领先雷霆。下半场雷霆在第3节一度追到只差4分，但拓荒者以76-69带着7分领先进到末节。雷霆在施洛德的得分后，一度将比分追到81-84，但拓荒者坎特2罚俱中，里拉德砍进大号3分球和1个跳投，让拓荒者把领先拉开到2位数。之后雷霆一波连下6分攻势，在魏斯布鲁克一个左手上篮后，雷霆将落后追到剩下4分，但里拉德2罚俱中，把领先拉开。始终紧咬比数的雷霆，亚当斯跳投得手，乔治再命中3分球，将落后追到剩下1分，但里拉德砍进3分球，让拓荒者将领先拉开到4分。比赛读秒阶段，雷霆追到只剩3分落后，但里拉德2罚俱中为比赛定调。